HKIT 香港唯一3重 ISO 認證銷毀商，為你提供航空器材安全銷毀解決方案。未規範銷毀的航空器材可能導致技術洩密、適航認證失效、千萬元罰款。這些風險 ，HKIT 為你全面解決。我們提供航空專屬5重保障，軍供級粉碎設備，全流程 FOD 防控，貴金屬專業回收，全程視訊傳證，並出具國際合規證明。HKIT 是香港唯一3重 ISO 認證航空銷毀商，擁有高安全處理設施，長期服務國際機場及航空製造商，所有員工簽署保密協議。我們已成功為國際航空處理過期航材，為本地航空銷毀含乘客資料的機載系統，並100%追蹤退役飛機關鍵零件。立即撥打36194638。HKIT 提供24小時回應，100%合規保障，零洩漏承諾，守護航空安全，從專業銷毀開始。